导演，你开的有点久哦。哦，好可爱哦。那我们继续吧。你谁？你是谁？我是99学长喵。喵。哎呦，这敢是你的声？哦，不是啦，这不是重点啦，重点是你为什么来这边？哼哼，你们是不是想知道这个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啊？我就报给您知。2022年梦幻 Christmas 市集 Dreamy Christmas 就在12月24号中午12点到下午5点的圣诞市集，以及晚上6点到8点的梦幻晚会，都在迦南教会中华路49号，还有33号2楼。好期待哦，期待哦！我要赶快去挑我要交换的东西。好，但不可以是眉毛哦。哎，尊重，等等。哎，你一起走吗？ Let's go！ 走吧。走啊。哎，帮他一下啊。学长你好壮哦。魔法少年假修是大绝招，好，结果他们有彼此尊重、互相包容、理解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十诫，为了保护我，后来也是真正成为基督徒。因为每一个他都会各司其职。现在我知道圣诞老公公是个传说。我们恭喜启修，洪启修，谢谢。相信一下这本圣经哈。圣诞欢乐颂，开箱惊喜圣诞礼物。嗨，我是美味蟹堡，我是阿月。今天我们对小帮手简单又来了。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也是一次2盒哦，非常特别。然后啊，其中一个是我们前几天有开箱过的主角五条悟，哇，以及他的好朋友夏油杰。为什么要开2个一样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呢，他这一次的那个眼睛有没有露出来了？上次是不是遮住的？对，上次是眼罩。对，他的眼睛是这个贯穿动漫很有魅力的这个10大美景之一。这么夸张？真的，大家都超喜欢他这个脱下来的那种感觉哦。那我们继续看到他的盒子。它盒子啊是白色的，然后一样也是用这种水墨的感觉，不光是它的字形啊，还有它这种背景一些纹路。都是有种水墨的那种纹路去设计的。那前面一样就是可以看得到我们公仔本体的样貌。那他们2个啊，曾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那后来经过一些原因，到最后现在变得不太一样。那我们请阿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他故事的角色。可以。那另外啊，这个是剧场版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因为这部卡通实在是非常的有名嘛，而且我知道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所以它后面其实还有其他的角色。那今天是选这个最主要的。那其实啊，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化危机跟转机哦。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事情，去不知道是怎么面对，尤其是什么友谊啊，2个人之间，或者是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其实。就算到了你长大了，还是很难去维持原本去理解，有时候真的很难去理解一种，就是人与人之间是很奇妙也很复杂，但会因为这个恐惧会不想去交朋友嘛，对不对？你觉得会吗？有时候真的会。对，真的会。但是呢，有时候你越去害怕这件事情啊，有时候反而会越弄巧成拙。就是还记得我以前啊，就是跟我有一个朋友非常好，然后结果但不知道为什么过一段时间好像就。走在路上都不会打招呼，被陌生人那种感觉哦。然后，但是呢，我那时候就很害怕，就是想说啊，怎么办？对方不理我，那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那干脆就好啊，那就大家都不要理对方啊那种感觉。结果呢，后来反而越弄越糟，就最后呢，就彼此就是过了好几年之后，我们又见面了，不小心又见面，但心态上不一样，就原来才知道什么，当时是一个小小的误会，他误会我啊，所以我也放大这件事情，我也误会他。结果呢，我就后来就想，那如果说当时我勇敢的去
询问说，哎，怎么了吗？或去关心一下，那是不是结果可能会不一样？但我也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是我相信结果应该会有微妙的差别。至少有试着去问看看，也许结局会不太一样。没错，所以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关系这两只公仔有没有，就显得非常的有意义啦。他们两个之间原本也是超级要好的好朋友，是同班同学，然后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同学，而且也是最资优的哦。然后资优的，所以说有时候就变成说，就是因为两边都太资优了，一山容不下二虎，每个人都不想退让，所以说就会被导致说，哎，两个人都是有点就分开了，这样理念不同，对，一个是为自己，一个是为他人，所以说，哎，最后就两个人就互相 PK， 但是后来才发现什么，跟我刚刚的故事好像，就感觉好像是过了好久，两个人都长大了，然后又经历一段这个互相 PK 的过程，然后 PK 完之后才发现，哇，原来自己一直把对方当成是最好的朋友，也是一直无法忘记的这个存在啊。有时候人之间真的是很奇妙，对啊，所以说勇敢的去面对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棒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公仔啊，刚刚不是说他眼睛有露出来吗？对，我看他眼睛做的很细耶，眼睛做的很细哦，而且他这个眼睛是蓝色的，就是跟那个动漫里面一样，甚至它里面的睫毛啊也有一点点画出来，这样子看，到时候大家会看更仔细，超帅的哦。然后他的头发，他之前不知道为什么他头发很酷哦，他头发是那个眼罩拿下来之后头发就掉下来了，这么神奇。对，那真希望我这个帽子一脱下来，那个我头发也炸上去了，直接变成一个造型。对啊，然后他这个手型啊，应该是算差不多的，因为他的招式好像都是用这种特别的手型来去做这个表示哦。然后身体呢一样，就是他经典的这个黑色的全部的这个衣服哦，有点像学生制服。他们的制服对，应该是制服，教师制服的那种感觉哦。然后鞋子呢一样有做一些这个皮鞋感，有没有比较亮？对，但我觉得这一支啊，它的雾面效果比起上支来说，还比较不一样一点点，它稍微有点比较亮了一点点，有亮感。所以说，哎，不同的那种系列啊，它做出来的感觉会更不一样。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一种收藏啊。对，这支我觉得如果说跟那个有眼罩的摆在一起，应该很帅。那另外一个是他的朋友，但我觉得这个友谊之间摆在一起更帅、更迷人呐。对，因为你无法掌控啊。然后这一支呢，它就是它的这个剧情里面的反派嘛。然后它的这个头发，尤其是头发做的非常的飘逸，而且它的本体啊，其实很大只哦。对啊，跟五条悟站在一起就知道，因为他是穿这种服装嘛，有点和服的那种感觉，比较厚一点。对，比较厚一点点。然后呢，他的眼睛，尤其是眼神啊，很到位，有点那种掉那种掉眼睛凤眼那种感觉。对，然后眼线的那种。对，所以它的特色其实都有描绘的非常的生动哦。我觉得今天的议题，这个讨论的意义哦，非常的深，但是习以为常，就是从习以为常，就是应该说是很常出现在身边呐。我觉得不光是朋友，就有时候可能小时候认识的人，然后到长大要维持那个一样的关系，其实是不容易的。对啊，就连小丹丹，他上次在学校也是跟一个他最好的朋友吵架，对不对？对，然后还跟他打架，平常也是玩在一起。对啊，到现在都还没有和好，你要赶快去跟人家了解一下到底勇敢面对，去问一下同学。对不对？那今天呢，友谊，那我们就将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Hello， 大家晚安。哇，我听到罗月自己很隐私的一个故事哈，我其实很有被同理到，因为我自己的生命过程中发生很多，特别在青少年、青年的时候，其实长大也都是人跟人之间会发生这些事，哪些事呢？就是原来很好。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变得不好，甚至最后变成陌生人。其实不只是朋友哦。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圣经里面呢，也记载着，代降节有关的。耶稣他是从玛利亚出生，而玛利亚跟他的未婚夫约瑟，其实他们两个还没有真正结成夫妻，原来是甜蜜的情人，但却因为玛利亚她接受到一个这个使命，我们前几天都讲，她还没结婚，可是上帝是透过她的子宫圣灵让她怀孕，
而他也不怕被误会。在当时候，如果你没有结婚，你就生小孩，你是会被石头打死的；或者是你还没结婚就生小孩，未婚生子，这也是犯了所谓的这个奸淫的罪哦，都是很危险的。但他们在一个地方他们领受了这样子的使命。但你知道吗？原来玛利亚要这么做的时候，约瑟他也在天使告诉他之后，他不肯接受，他心里其实不敢面对他跟玛利亚这个关系，所以他很想要把玛利亚偷把他休掉，就不要他了，就不要再跟他结婚了因为他很害怕，他很惧怕，万一他娶了玛利亚就被非议，被人家骂，被人家指指点点那他各方面名誉也会受损，所以他心中其实很害怕。这个时候玛利亚跟约瑟他们两个人其实他们的关系是面临了一个很恐怖的这种很微妙的这种危机是危机。但转机就来咯，就在约瑟他不想面对，想要逃，想把玛利亚休掉的时候，天使就来告诉约瑟说你是一个义人你不愿意明明的把玛利亚休入，你想暗暗的把她休掉，但是上帝呢，天使告诉他不，你要把她娶过来因为我会成为你的力量，即便你们被骂即便你们被误会，我都会保守你们的命哦你们将要在一个地方要来生我所托付你们的，而这个地方呢是很小很小的地方，就像你们是很小很微小的人，但却要做很伟大的事情。今天的经文就记载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犹大地的伯利恒，以致以后大家读到伯利恒就哇，竟然危机变成一个转机的地方哦。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因为将来有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亲爱的大家，在我们生命中，连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做这么大的事情，也是从最小的开始做起，也是在最微小的地方，最人家不知道的地方被上帝来用，而危机就变转机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的一样跟前几天一样今天罗月导演刚才有讲了今天的2个要送出去的公仔，他们2个本来也是好朋友，因为什么事情结果他们吵架，各奔东西，而他们害怕去面对这种冲突，以致越走越远。请问我回答只要你知道的，一个是为什么，一个是为什么，以至于他们2个观念不同。好，可以回答吗？一个为什么，一个为什么，而2个后来好朋友变敌人。好，请回答在那个留言板。还有吗？好，有没有人？好，有没有人回答？我们给大家10秒钟好吗？好，10秒，我开始数哦。一个为什么，一个为什么？我在数哦。2个人因为什么而分开的？好，来来，我们请罗月导演，你开麦克风来讲正确的答案好吗？没错，就是因为理念不同哦，一个是为自己，一个是为大家很好，有很多人回答来，大家都很专心的，是大家都很专心。好，来第一个，等一下回答，我们用罗盘哦，你只要有回答是对的，我们就让你就你有机会来回答哈。那等一下要回答的就是你的生命经历中有没有跟罗月导演一样，原来是好朋友，
那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就变成彼此不讲话，甚至后来相敌对。那后来有没有跟他一样和好的经验罗越导演后来很多年以后遇到才知道，哦，原来是为了一个后来有和好的这种经验哈。好，来，我们第一个放在罗盘的是启修，洪启修。第二个是刘胜忠，对吗？哈，可以请第三个是许新言。第四个只有讲观念理念不同，要讲出来是什么哈所以这个一针就没有哈。再来是吴佑成理念不同，下面一个什么不合，这个也没有讲出来，是什么样子的理念不同哈尤雅婷自己一个为自己一个为大家，对，是不同意见不同，这是不同，但要讲出来是为什么不同一真后来有讲了对，一个为自己一个为大家，所以一真是第几位第几位？第几位如果之前没删掉，算第4位。是5已经有了，对不对？好，钟燕一个为自己，一个为大家，对，好，所以是6另外一个是辛吉对，好，7位，好，那我们就把这7位放在我们的罗盘，我们要选出3位，然后3位你要分享你自己的经验，你曾经跟谁是好朋友，或者是如果你是跟自己最亲密的家人也可以，但是你要小心这个不要造成误会因为这个在网络上大家看得到你要斟酌所以是你要考量一下好，来，那我们是这7位，1、2、4、6、7，好，来OK， 2、4、6、7，请问一下，那个吴佑成是什么时候写的吴佑成，我问一下，那个尤雅婷，尤雅婷有吗？有啊，有你刚才说有一个人没有讲完整，是哪一个？没有，他后来有补，有一个好像是吴佑成没有讲完，对，后来有补，后来现在吴佑成有罗一真有补，吴佑成他没有再补，有，最后我看到了，吴佑成。好，吴佑成也把它放上去，吴佑成有补在最下面。好，吴佑成可以再帮他补上去吗？好，请问这样是不是8位？好，请问有没有人有写我没有注意到的？后来你有补说明的 ？OK， 好，那我们就来转咯，转，1、2、3，来转。结果是哪3位来分享？来。罗一真、柳宗彦跟这个许新言，好，来，请罗一真先来分享，请开麦克风。我跟谁常常有那个不愉快的，就是应该是跟我老公吧，然后就常常意见不合理念也不一样然后他常常我们2个就常常为了一些事情在那里就是分歧就对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要心态要把它摆在耶稣上面，要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后来都有和好。对，是怎么和？都有和好，床头吵，床尾和。是，所以要面对，不要害怕，对不对？不要惧怕冲突，但也不要惧怕说这个主动去和好或者是不要惧怕去说对不起，或者是不要惧怕去和好好，谢谢你的分享这个很宝贵好，来，谢谢。第2位，我们请许新言是吗？还是第2位是柳宗彦。柳宗彦，毛宗彦。我叫做毛宗彦对不起，请原谅我。我那个
3个月前那个学校，我有跟同学玩，我有3个朋友，然后呢，那个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不跟我玩，他就给我说，他跟我说你不要跟我们玩，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奇怪，然后我就走了，然后过了3个月后，我就去问他，他为什么不跟我玩，然后他就说我那个捣乱他们的游戏，然后我后来就那个说我后来不会捣乱了，然后他们就跟我和好了。哇，钟燕，谢谢你分享，这是一个很好的和好模式，主动的，不要害怕哈丢脸，对吗哈？而且不要害怕说中间人家不理你，或者是更多的冲突，是啊，谢谢你，真的比大人还要成熟，还要勇敢啊，知道为什么要去面对哈，谢谢你的分享。好，来第3位，请是嘿。我想一下，以前你小心哦，在开车要小心哦。高中的时候吧，那时候跟一个同学去打篮球，然后我们最后快赢的时候，他传球就是传给我，然后好像传失误没传到出界，然后当下就跟他吵起来，就后来就输了嘛，然后当下就跟他吵起来。然后吵到后来还打起来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打到就是别的同学也来劝架这样，然后最后搞到我们2个就是到毕业都没讲话，然后后来毕业前，然后我朋友就是有一个同學，他就传给我们他当时录我们打球的影片，然后发现他那个时候我那个朋友好像是有脚有去扭到，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所以后来看了影片，然后才说，那当时你受伤怎么没跟我讲？然后因为那时候大家可能爱面子吧，就都没有讲。后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去跟他讲，然后就和好这样。哇，就知道原因，然后之后就和好这样，就跟他说，你干嘛不跟我讲？谢谢分享，好感人哦！我刚刚听得好紧张哎，谢谢你愿意分享啊，给我们很宝贵的经验哈，真的在关键的时刻真的很重要哈。好，谢谢你让我们激励我们以后，我们知道要怎么去面对那个紧张害怕哈，去面对那个。有够气的啦，好，谢谢啊！我们都今天获得很多很宝贵，3位都很精彩的经验啊，对我们日后都有很大的帮助啊！来，那我们就来抽奖咯，好吗？这3位我们的同工，3位哈来，我们再把名字再来念一次哦哈。第1位是罗一珍，第2位是卯中。我忘记名字了，对不起。卯中燕，好，第3页是许心妍，哈，好，这3位没有错哈。好，那我们就要来转咯，哈，我从5倒数，来，5、4、3、2、1，转。什么颜色呢？快要停了，耶！是哪一位呢？是卯中燕，恭喜你，中燕你是得第2个，对不对？对吗？我演第3次了，第3次，耶！哇，恭喜你，你好幸运啊！上帝知道你很需要他哈，也鼓励你你也很有勇气也相信那个心妍跟一珍哈，相信上帝也纪念你们哦。那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继续来上帝会知道你们所需要的，会赐给你们。好，拜拜，晚安，拜拜，晚安。谢谢你们的分享，晚安慧芬，你都有上来，但你都没有参加那个抽奖耶。
啊，希望有机会你也能够开口哦，慧芬啊，我有看到过你好几次名字啊，信吉也一样啊，信吉啊，好，大家晚安哦，中义好好休息哈，好好睡觉哦。哦，你有3次，太厉害了！好，信吉，拜拜，信吉，下次啊，希望你是谁上来？是信吉的儿子吗？还是女儿吗？好。我那个嘉恩呐，嘉恩呢？今天这个2个哇，下次有机会抽到你，好不好？明天就明天啊。OK， 你已经想睡觉了。